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昨天我们在列王纪上的第8章，看见所罗门的祷告，以及10个求神垂听。今天我们要看第8章的最后一段，所罗门为百姓的祝福，以及整个圣殿奉献礼拜的完成。第8章54节，所罗门双脚跪伫上主的坛前，举双手仰天，对上主祈祷，恳求煞就起来。伊徛地大声祝福以色列全会众讲：上主应该受称赞，伊有照应允太平，互伊的子民以色列。伊通过伊的仆人摩西所应允恩典的话，无一句无实现。愿上主咱的上帝甲咱同在，亲像伊甲咱的列祖同在相款。愿伊无离开咱，无放杀咱，互咱的心归向伊，遵行伊一切的道路，守伊所互咱列祖的诫命、规例甲命令。愿我伫上主的面前所祈求这的话，每日透到上主咱的上帝面前，搁照逐日的需要帮赞伊的仆人，甲伊的子民以色列，互地上万民知上主以外无别个上帝。所以恁着对上主咱的上帝存纯全的心，遵趁伊的规例，守伊的诫命，甲今仔日共款。在同样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志下的第7章，在历代志下的第7章第1节提到所罗门祷告完之后，有火从天降下来，把这些燔祭和祭物烧尽，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圣殿。那但是在列王记我们看到是当迎接约柜的时候，约柜进圣殿，就是上帝有云彩跟上帝的荣光充满圣殿。那这个时间点不太一样，一个是在迎接约柜，那在历代志下呢，又多增加了所罗门的祷告完之后，那上帝还降火。那另外所罗门在祷告完之后，那他也为百姓祝福。本来他是在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现在他是站起来，那也是为全会众来祝福。那祝福的内容呢是讲到56节说，神应当称颂，因为神照一切所应许的赏赐平安给他的百姓那这里赏赐平安也是一个双关语就是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那所以所罗门成为王成为像祭司成为这个来代表百姓献祭那就是能够让犹大支派而不是亚伦的后裔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呢那所罗门也深受感动。那57节也讲到上帝与以色列同在，不撇下也不丢弃。58节讲到这些百姓的心能够归向神，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那59到60节讲到愿所罗门这些的祷告祈求能够日日夜夜的靠近神。更重要的是在60节，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而最后61节是所罗门祝福的劝勉，所以百姓应当要向耶和华神存着纯正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所以在所罗门的祝福的核心当中，仍然不是说要来做礼拜，要来聚会，要来奉献。所罗门知道重点是要从心归向神，还有遵行神的道，要来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那换句话说，也就是约柜，圣殿当中最重要的约柜，约柜当中最重要的上帝的话这些石板才是一个敬拜者真正必备的有上帝的话存在心里。62节到最后，
王甲以色列人民做伙伫上主面前献祭，所罗门上主献平安祭，牛22000只，羊12万只。安尼，王甲以色列人民为着上主的殿举行奉献礼。迄日，王因为圣殿头前的灯坛伤细，无够通伫遐献烧化祭、素祭甲平安祭的油，就将上主殿前的埕中央的所在分别做圣，伫遐献烧化祭、素祭甲平安祭的油。迄时，所罗门甲以色列人民伫上主咱的上帝面前守节，7日各7日，共14日。以色列人民对哈马爱靠到埃及的溪谷来参加做信奉的大会。做期煞过日，王甲人民解散，互因倒去因兜，因就甲王祝福。人民因为上主对伊的仆人大笔，甲伊的子民以色列所享受一切的恩惠，心内欢喜快乐。那整个建造圣殿到圣殿的内部，到圣殿的迎接约柜，那再到所罗门在圣殿前跪下来祈求，以及祈求后的祝福，还有这个奉献的仪式，献上牛羊。那这中好不容易，这整个奉献圣殿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那在历代志下的第7章，是4到10节，也有提到这个奉献，数量都一样。那牛就有22000头，羊就有12万只。那只在跟所罗门一开始在基遍所献上的这个1000个牲祭，又多上了好几倍。而这些数量呢，用在燔祭、素祭、平安祭上面了。那从这个哈马口，那也就是以色列国土的北边，到埃及的小河，那就是意思也是说，从最北到最南，全以色列都在往那里献祭，也就是说，都集中来到了耶路撒冷，在这里来献祭。那当然不可能全部放空城。那应该是代表或是来守节过节的这些男丁。那还有呢，就是这些的数量呢，大概就是一个王室王宫。前面在列王记上第4章有提到，王宫每一天每一年所需要的这些的食物的用量呢，来对照的话，这些所奉献的大概就是所罗门的王室王家3年的分量。他把那3年的分量呢，都拿出来奉献，用在燔祭、素祭、平安祭。那燔祭呢，就是属一般的罪，全然奉献；素祭呢，是把最好的献给神；平安祭呢，是为了感恩。而且呢，这些呢是可以跟以色列百姓一起来分享。所以所罗门王把他家中的食物3年的分量呢，在一次就在这7天加7天的节期。那么之前有说，这个时间呢，大概就是在犹太历的7月，也就是阳历的9月到10月。那所以推算应该就是住棚节。那住棚节呢，是一个从7月15号开始的节期啊。那并且呢，第8日还要有一个盛会。那他们住棚节7天不够呢，那一直还要再加7天呢。所以在历代志下第7章，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一直过节到7月23日啊，7月23日，那就是又多了7天。那王才叫百姓回自己的帐篷啊。那在现代中文、现代台语都翻成回自己的家。那这个帐篷呢，应该也就是住棚节的时候，他们出来要搭棚。那住棚节就是要纪念他们在旷野40年没有家的生活，但是神怎么样供应他。
好，所以在这个所罗门奉献圣殿的祷告，还有祝福，也让我们好像看到整个利未记当中好的这些献祭，还有节期，好都一起在这里来结合和呈现。好，那这张图也是 AI 好根据这段经文好来生成出来的图片。所罗门好，他跪着祷告。好，甚至呢，到祷告完10个求神垂听之后，就站起来为百姓祝福。好，那祝福的重点呢，好，不是眼睛看到的，祝福的重点，神是看内心，心里面要归向神，怎么归向神呢？就是要遵行神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而所罗门的奉献好多的太多，好，所以这些10个铜座铜盆来不及处理，好，甚至他们直接就在圣殿好前的广场，好，就把这个院子呢分别为圣，直接就在这里，好，把它当成圣殿里面的内院，好，来处理祭物哦。好，那这个盛大的节期呢，好，这么多的奉献呢，足足过了半个月哦。那最后一节讲到说，每一个人，就是一切以色列人，好，他们也为王祝福，就是他们王为他们祝福，他们也为王祝福，并且呢，每个人因为神的恩惠，心中喜乐，愉快的回自己的帐篷，好，或是也回到自己的家。好，那在今天的金句，好，在8章61节，所以恁着对上主，咱的上帝，存顺全的心，尊叹伊的规律，守伊的诫命，甲今仔日共款。好，所以即便好这个礼拜这个献堂再怎么样隆重，好就再怎么样的荣耀，甚至有火降下来，来烧尽这些的凡物凡祭。但是最重要的，神是要来看我们的内心的奉献是否能够来渴慕上帝的话。那在所罗门的献殿当中，在历代志下第7章，好也有引用诗篇136篇第1节，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哦。好，那这句话其实不是回应着圣殿，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句话是在回应神的话，因为透过神的话、神的道、神的律例、典章、诫命，让我们知道神本为善，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不是只有看一个建筑物，看一个礼拜堂。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所罗门从跪着举手的代祷者代求，转成站着举手一个分享的王。好，那他把他王家的好3年的全部的人要吃的，好都在这半个月当中，那都与百姓来分享，与神分享，也与人分享。而百姓呢，也从外在遵守敬拜仪式。好，那这个是一个从摩西流传下来5祭7节，好，这是利未记当中所提的，转换成内心遵守诫命的这种心中的喜乐，愉快的带回到自己的家中哦，与家人来分享，这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那我们也可以思想，今日教会不论在如何的兴旺，或是献堂，或是复兴，但这一切若只为了满足人的成就感，就失去了神赏赐恩典的初衷。让我们不要忘记，教会能够得着恩典，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使普世万民能够更认识神。而我们的祈祷就是回应神对我们的救恩。我们即使奉献再多的时间，奉献再多的金钱才干，也比不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他的生命献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所罗门奉献的这个礼拜当中，我们看见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荣耀。但神，你要提醒我们的是，内心是否转向你？我们的内心是否敬畏你？我们的内心是否有上帝的话住在里面，使我们一切
都能够来昼夜的思想你的律例典章诫命。你要是透过你的话，使我们成为有福的人，如同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也求神使用你的话，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也愿我们一切的奉献是出于对你的爱的回应，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愿平安喜乐与我们同在。这样子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